好的，這是根據你的標題，像柏之4胎女人 DNA 曝光。謝霆鋒一句他是我的驕傲，退圈只為守護他，為你生成的全新深度娛樂八卦文案。全文共4000字，一次性完整輸出。文中無大小標題，以完整自然段落呈現。那份 DNA 報告被媒體公開的那天，香港下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雨。謝霆鋒正在家裏陪女人看一部關於海洋的紀錄片，畫面裏有一隻海鷗在珊瑚礁間緩慢游動。女人指着屏幕問：他去哪裡？謝霆鋒說：他在回家。女人又問：他的家在哪裡？他想了一下說：在他出生的那片海裡。女人安靜了一個人，繼續看那隻海鷗游過一片藍色的水域。手機在茶几上震了很多次，屏幕連續亮了好幾輪，他始終未有拿起來看。直到女人看完那集紀錄片去喝水，他才拿起手機掃了一眼那些推送。他看完所有標題後，沒有表現出任何明顯的情緒反應，只是把手機放回茶几上，走到廚房給女人倒了一杯溫水。那句後來被全網轉載的話，是他把水杯遞到女藝手裡之後，在手機備忘錄裡打出來的。他不是在回應媒體，也不是在解釋那份報告，他只是想說一句話，說給那個正在喝水的4歲小女孩聽，儘管他當時全不知道那句話是寫給她的。他打完那行字之後沒有馬上發布，而是過了大約10幾分鐘，等女人喝完水，回到沙發上繼續看第2集紀錄片之後，才按下了發送鍵。他發完後把手機放回口袋裡，繼續坐在他旁邊，陪他看完了關於深海魚類的後半段內容。他全程沒有打開社交媒體查看反饋，也沒有回覆任何祝賀或質疑的消息。他的手機在整個過程中都保持着屏保界面，沒有接收任何需要他停下手頭動作的通知。退圈只為守護他這句話後來被媒體反覆引用，用嚟定義他這次選擇的全部動機。但這個動機其實不是那天才產生的，他比那次公開更早，早到他自己都無法追溯。那個動機是在某個普通的夜晚形成的。那天他在片場拍完一場夜戲，凌晨2點多才收工。他沒有回酒店休息，而是開車去了張柏芝的住處，站在門外猶豫了很久才按門鈴。他按門鈴的動作很輕，像是在確認某個已經不存在的約定是否算有效。他看到他裹着毯子來開門，懷裡抱着剛醒來的女人。他在玄關換鞋的時候聞到廚房裡旋飄着一點未散盡的熱氣，那是他為了哄孩子睡覺煮的熱牛奶留下的氣味。他沒有問他為什麼這麼晚來，只是側身讓了讓他看到了女人趴在他肩上的背影。他站在那裡，忽然意識到他不需要再走得更近了，他已經站在了一扇已經為他留好的門框內，不需要再解釋自己出現的理由。謝霆鋒在女人出生後的4年裡，把守護這個詞拆解成了無數個具體的動作。他學會了在凌晨3點快速判斷哭聲中包含的情緒，學會了在外出時提前查看天氣預報準備合適的衣物，學會了在他對某件新事物表現出興趣時預留出足夠的時間給他觀察和探索，不催促也不主動引導他轉換注意力。他在他第一次去海邊時蹲在他旁邊，沒有教他怎麼堆沙堡，只是坐在旁邊看他在沙地上用自己的方式挖出了一條彎彎曲曲的溝渠。海水漲上來填滿了那條溝，他看着水慢慢流過他挖出來的路徑，又抬頭看了看他。他說了一句：等下次退潮的時候，他船佢再流回去。他點了點頭，然後開始重新挖一條更深的溝，沒有問他那些水最後會流到哪裡。像柏芝曾在一個深夜發過一條動態，內容是謝霆鋒正抱着女人在小歐里看路燈，畫面裡他穿着短袖，手伸向他頭頂上方的一盞燈，他正順着他的視線仰頭看去，路燈的光均勻地落在他仰起的臉上，將他的輪廓照得完整而清晰。像柏芝說，他衝片場下戲回來，本來可以直接休息，但他睡不着，他就抱着他出嚟看路燈。
他沒有描述他看路燈時的專注度，只說他自己也仰着頭，像是和他第一次同時看到那片光源。那個角度需要非常準確地調整，才能讓光線恰好落在他仰起的臉上，不偏不倚。他調整了位置，光線才終於均勻地落在他臉上，不偏不倚。女人在一個很平常的傍晚，忽然問謝霆鋒：爸爸，你以前是做雜麼的？他當時正在疊他的衣服，聽到這個問題後，手上的動作沒有停。以前唱歌拍戲。他問：那你現在為雜麼不做了？他把疊好的衣服放整齊，然後說：因為現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沒再追問，但他從他手裏接過了那件疊好的衣服，自己放進了抽屜裏，然後站在抽屜前停留了很長時間，像是在確認自己已經記住了哪些疊好的衣物應該對應哪個位置。那個動作他後來重複了很多次，每一次都朝着同一個方向。謝霆鋒退出演藝圈之後，他的工作變成了陪伴他長大，耐心等他走完自己的步伐，並在他需要時提供答案，剩下的時間用於守護那些尚未形成的問題。他不需要再為任何外部目標而存在，只需要在他轉身時站在同一個位置上。那段時間裏，他逐漸學會了如何在他出生之前察覺到他的需求，比如他睡前喝水的時機，或者他午睡醒來後最常望向的方向。那些知識無法通過任何會議或報告懷取，只能通過長期的觀察和重複來習得。他已經不再需要看時間就能判斷他大概雜麼時候會醒，也不需要看到他的表情就能感知他接下來需要的是雜麼。他正在以一種從未有過的方式使用他的感知能力，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微小的、不被打擾的瞬間上。DNA 報告帶嚟的風波退去之後，有一次謝霆鋒被街拍到他牽着小女人的手穿過一條街，他走在前面，回頭看了她一眼，然後把另一隻手也伸過來握住了她。兩個人穿過那段路口的時候，他沒有刻意放慢腳步，也沒有加快步伐，只是保持着他平時走路的速度，而他剛好能跟上。那種同步無法通過一次對話來傳遞或複製，只能通過反覆走同一條路線來自然形成。後來有人在那張照片下留言：他不是在守護一個秘密，他是在守護一個正在長大的過程。他低頭看了一眼他的鞋帶，確認他鞋帶的裂旋保持着今早出門時的鬆緊度，然後鬆開了手，讓他走在前面，自己在後面跟着。他的鞋帶沒有需要重新繫緊的地方。謝霆鋒退出演藝圈之後，他的生活開始被一些極小的、近乎瑣碎的日常填滿。比如每天早上7:15，他會準時出現在廚房裡，給女人準備早餐。他不再需要鬧鐘提醒，身體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時間感。他會先燒一壺水，然後從冰箱裡取出雞蛋、牛奶和一小盒藍莓。藍莓是女人最近愛吃的，他會在前一天晚上確認冰箱裡存有存貨，如果不夠了，就會在接他放學的路上順便繞去超市補貨。那些曾經被經紀公司排滿的通告表，現在被這些細小的家務取代了。剛開始的時候，他還會偶爾看手機確認一下時間，後來他不再需要看了，他的身體已經記住了那套流程中每個動作之間的間隔。煮蛋的時間、水燒開的時間、麵包片烤到邊緣微焦的時間，這些刻度不再需要通過屏幕上的數字來確認，而是通過他走進廚房時的腳步聲來判斷。他快來了，他需要在他坐下之前把所有東西擺好。有一次，女人在早餐桌上問他：爸爸，你以前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歡你？謝霆鋒正在給他切水果，聽到這個問題，手裏的動作沒有停。是有人喜歡我唱的歌？他想了想問：那現在船有人喜歡你嗎？他把切好的水果放到他面前，說：現在有一個我最喜歡的人，所以別人喜不喜歡我，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他低頭吃了一口水果，又問了一句：那他是誰？他笑了一下說：你猜。他沒有再猜下去，
但他在吃完早餐之後，悄悄把剩下的那顆藍莓放到了他的盤子裡。那天晚上，他準備清洗餐具時，發現那顆藍莓存放在盤緣，已經被他重新擺回原處。他沒有拿走它，也沒有吃掉它，只是把它移到了他更容易看到的位置上。女人4歲的生日派對是在家裡辦的，很簡單。謝霆鋒和張柏芝一起佈置了客廳，掛了一些彩色的拉花和氣球。張柏芝負責訂蛋糕，謝霆鋒負責打氣球，小女藝負責在旁邊指揮。他說那個氣球掛高一點，謝霆鋒就踩着凳子把氣球往上挪了挪。他又說那個太歪了，他又調整了一次。整個過程反覆了好幾遍，他一直不滿意，他也不催也不急，按照他的指示一片一片地調整角度，直到他把頭歪向一邊仔細端詳了好一攰危，才說可以了。他沒有問這樣可以了嗎？他只是等他確認完了才從凳子上下來，把凳子收回了原位。張柏芝在旁邊看了一攰人，沒有插手，也沒有幫他撐取早點列速。他只是在聽到他終於說出可以了之後，對着他背影的方向笑了一下，像是讀完了某段不需要被記錄的章節，然後繼續佈置餐桌上的餐具位置。那個生日派對上沒有記者，沒有媒體，只有幾個熟悉的朋友和家人。謝霆鋒全程都在照顧他的節奏。他拆禮物的時候，他坐在旁邊，每一件他都佢認真看，然後問他喜不喜歡。他每一件都說喜歡，然後抬頭看他一眼，像是在確認他的回答是否被正確接收。後來他拆到一份毛絨玩具，抱了很久沒有放下。那天晚上他睡着之後，謝霆鋒把客廳收拾乾淨。張柏芝從房間裡出來，看到他在整理拉花的線頭，把它們一根一根理好。他說這些可以留着下次用。他把線頭繞好，捆整齊，放進了一個塑料袋裡。他做這個動作的時候沒有任何猶豫，像在按照一個已經形成的內在順序收納那些散落的線頭。張柏芝站在門口，沒有提醒他收尾時應該把邊角壓平。有一次，謝霆鋒帶女人去了一趟他以前錄音的地方，他沒有問這是哪裡，只是跟在他身後走了一圈，摸了一下調音台上的按鈕。他沒有阻止他，只是在他按下去之前順手把電源拔了。他沒有注意到那個動作，但他已經提前完成了。他在一間隔音室門口停了一下，問可以進去嗎？他推開門說可以。他走了進去，裡面很安靜。他站在房間中央，忽然喊了一聲自己的名字，聲音在空間裡回蕩了一小攰人。他回頭跟他說：這裡好大聲。他站在門口沒有進去，把門留成了半開，沒有追問他下一步想去哪裡。謝霆鋒有一次在女人睡着的深夜，發過一條給小人能看到的動態。他附了一張照片，是女人白天畫的一幅畫，畫面上有一隻大鳥和一隻小鳥站在同一根樹枝上，沒有畫出鳳的方向，但兩隻鳥的頭都朝向同一個方向。他附的那句話很短，我以前以為站穩需要地面，後來發現是樹枝的弧度剛好扎合落腳。那條動態沒有引起太多關注，但留言的幾個人都表示理解了他的意思。他在那時已經不需要通過被看見嚟確認自己是否在場了，他只需要知道那根樹枝的弧度是否仍然保持着扎合落腳的狀態。小女人在5歲之前就形成了一種習慣，無論走到哪裡，都會在拐彎處回頭看一眼。那是一個不需要提醒的動作，他會在轉彎時自然而然地側過頭，確認他身後的人旋在同一個位置上。謝霆鋒注意到了那個習慣，但他從來沒有主動向他解釋過自己為什麼總是在那個距離跟着。他不需要知道那個距離是如何被擁持的，只需要知道每次回頭時他都在那裡就夠了。有一個週末傍晚，他跑在前面繞過了一棵行道樹，他在那棵樹後面停了一下，沒有立刻繞出來，像是在等一個確認。
他放慢了腳步，但沒有停下來。走到樹旁時，才看到他正蹲在樹的背面，用指尖撥弄一片落在地上的葉子。他聽到他的腳步聲後，抬起頭說：這片葉子是完整的。他蹲下來，接過他遞來的葉子，把它夾進了隨身攜帶的書手裡。那片葉子在他發現之前，旋沒有被人碰過。退出演藝圈之後，謝霆鋒不再需要為任何日程以外的行程預留時間。他可以不用計算回家的路程，也不用在某個時間節點前離開。他可以待到女人把一段話說完了再站起來，不需要看表。他可以在他反覆嘗試繫鞋帶時多等一個人，直到他繫出一個完整的裂，再繼續往下走。他的動作在反覆練習後逐漸變得連貫，不再需要中途停下嚟確認下一步該怎麼做。時間不再是需要被切割和分配的資源，它的延長部分正好對應着他從那棵行道樹到下一個路口之間不需要他攙扶的距離。他已經不需要用數字來計量自己在場的時間了，那個計量單位已經被一個更具體的動作替代了。